来讲，有人客叫车，司机煞无停伫咧指定的所在，结果司机等无人客，怎取消行程，甲人客收取消费，这就引起消费纠纷。消基会表示讲即马差不多大个平台拢有家己取消费的制度，呼吁主管机关应该爱统一定一个收费的标准。 无论是通勤还是出外，随时使用叫车平台，都会当伫指定的地点坐车车里边。毋过嘛产生消费纠纷，消基会接到民众的投诉，在午暝时阵，司机无照指定的地点停靠，平台是采用卫星定位，难免会有差。系统也是显示司机已经到啊，乘客伫原地等超过5分，司机取消订单，乘客可能收取消费。业者的片面规定是不是在法律上面来讲，我们是业者的定型化契约的话，如果认为违反诚信原则，我们觉得这应该是无效哈。所以针对业者的这样的一个几分钟的一个计费标准，业者应该有更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这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订定方式。有无回应，乘客超时去坐车地点，合作车队可能会收一笔取消费，补偿驾驶的时间甲成本。行程取消费用是由合作车队向主管机关申报，拢有充分公开伫合作车队的旅客运送契约。 公告之后，那我再使用这个服务，我知道会有这个产生，那这样都合理的。让他这一趟不会，譬如说短时间不会空跑，我觉得合理。消基会讲，取消费规范逐间无共，像有无是乘客伫预约行程了后超过3分钟，而且合作车队已经派车，乘客都爱付取消费。有时是为今年1月开始，若是乘客取消，也是超过3分钟无上车，爱付40块；若是预约行程取消，收费更较悬。 Line Taxi 是规定，伫司机到位了后取消，也是司机等3分无看乘客上车，拢收40块。机场专车取消的费用更较悬。取消费用的机制，并不是为了要去惩罚消费者，而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机制去提醒消费者。 今天你叫车之后，你要负起叫车的责任。消基会呼吁，对取消费主管机关应该积极介入，制定统一的另外收费标准，避免业者随便制定，并督促业者建立有效申诉机制，让消费者在权益受损的时阵会当得到救济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